请问12个食菜头，6个才转扫是什么意思 ？A. 讲人吼咧算迄个句数啦。B. 讲人反应慢。C. 讲人乌白牵拖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 12月食菜头，嘿6个才转扫。算古数，古小，还是小还是小哦。嘿啊，数就不好啦。嘿，讲人反拖嘛，是算句小，还是反应慢，还是爱牵拖？是牵拖的意思，还是讲反应慢，还是讲爱算古小？算古小的感觉比较。哦，无，伊的意思，讲人乌白牵拖。哦，安怎讲嘞？你看到是12月到6月菜头是冷的物件嘛。 12月食完啊嘛，嘿啊，6月才咧扫啊，牵拖嘛，咧扫牵拖嘛，应该是安尼哦。诶，我请你来讲嘛，真有道理。对啊，我讲啊，真对咧。嘿啊，对，是，所以有答案无？系啊，有啊，所以是哦，你的答案是 C。哎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讲人乌白牵拖，对唔对？对。来啊，机会来了。哎，机你会。看，机会来了。多谢。来，多一个。算古小，这讲的是反应慢啦，反应较慢。对啦，因为菜头是菜头冷的，伊马上咧，菜头冷嘛爱扫嘛，对不？12个食完无扫，6个再扫，你嘛伤慢啦。哦，意思反应就伤慢啦，对，伤慢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讲人反应慢，对唔对？来，终于得到6000咯！安尼平啦，嘿，后来还有3题哦，加油哦！加油呢！多最起码加油，你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啊，有影啦，这是咧讲反应，因为有的菜较咸嘛吼，啊，所以会讲这应该爱随有反应的，啊，那隔半冬才有反应安尼，所以是讲反应慢的意思啦。